各位主內兄弟姊妹，大家好啊！咁我哋教區咧勞工事務委員會啦，就今年慶祝35週年嚇。咁我哋咧就其實咧，我哋嘅九龍中心啦，就會聯同即係聖德肋撒黨嘅關社組啦，我哋咧一齊咧去安排一個嘅開放日啊嚇。唔知大家有冇去過我哋九龍中心啊？我哋仲有港島中心、新界中心。咁咧就個主題咧就係叫做燭照此世，團結關懷嚇。咁咧就日期咧係2026年啦，6月28日星期日嚟嘅。咁上晝咧11點至到下晝3點鐘咧，喺我哋中心度舉行開放日啦。咁我哋誠意邀請你哋咧嚟參與下，即係可以即係接觸我哋嘅服務嘅工友啦。咁咧同埋咧都認識下我哋即係勞委會啦。即係呢35年嚟咧點樣同我哋嘅工友同行啊？咁喺當中咧，除咗即係會有啲參觀啦，會有活動啦，咁可以同啲工友一齊玩啦，認識下佢哋啦。咁咧就好希望咧你能夠報名參加。咁咧呢度咧就我哋有個宣傳單張啦，咁你呢個用 QR code 報名啦，仲有仲要支持我哋嘅服務呢一個即係捐款嘅 QR code 嘅。咁啊，請大家記得喺6月28號星期日上晝11點至下晝3點咧，希望咧你哋都嚟到可以參觀啦，認識下我哋嘅服務啦。希望到時見到你哋，天主保佑，拜拜。